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的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会了解。地方5望政区的中国城甲运河新转地区的区段征收公共工程，伫个经过2位前市长甲代理市长的任期，总算伫个今年6月完工验收，并且伫个20号下午举行区内道路甲新林安桥的通车典礼，包括内政部营建署长吴新修以及多位民意代表、里长甲当地里民拢共同出席，希望运河新转完工启用。会用个带动中正商圈的风华再现。请剪彩。这个工程是历经了几位市长了，包括许前市长、赖前市长、李前市长，我们一起努力一棒接一棒的把这个工作给完成。中间也碰到了一些居民的一些不同的意见，那我们都一一的去化解。那这个地方配合着运河，其实运河本来就是台南的一个璀璨的一个项链。那这个项链能够发光发亮，所以最重要是周边的景观要能够相辉映才行。那现在有了新林安桥的开辟，那一定加上周边的光影，还有周边的一个设施的开辟，还有周边一些老的建筑的都更，我们相信能够让这个地方获得新生命。营建署伫遮有咱的全力来协助吼，伊包括讲这个工程也好，包括讲未来这个所在若有需要在都市更新方面，会当更较好的这个发挥的机会哦。我想营建署同都市计划、同都市更新的审查，有咱会来协助，咱都发局含地政局吼，会当来顺利推动，互咱这片土地的发展会当愈来愈好。市府表示，为了重新改造当地环境，透过区段征收办理都市更新，并且将该区定为水岸观光游憩区，并改造中国城的广场，总开发面积11.23公顷，公共设施有4.97公顷，其他6.3公顷的管特区将供建筑来使用，是中西区真少看的大面积的建筑用地。未来市府将办理招商。欢迎观光旅宿甲休闲产业来投资，希望再从府城运河烟花的欢迎景象。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这个协助药引者的永新幸福农场，为了帮助更较侪受刑人回归社会，并且重新生活，特别设立了中途之家。20号举办揭牌典礼，市长吴伟霆嘛特别出席，肯定永新幸福农场的帮助。同时嘛强调，市府将伫反毒的部分持续努力。非常感谢我们永新农场永新幸福农场中途之家的各位牧师的帮忙，也感谢地检署的协助有这个棍子，有萝卜，还有改善之道，才能够让不慎进入毒瘾的人，不幸涉入毒瘾的人，他们能够有改正的机会。这点我们是非常非常感谢地检署，也非常非常感谢永新农场，能够让中途迷途的人能够知返，能够让中途误入歧途的人能够回到正轨，那能够让社会更和谐，这点是我们非常感谢的。台南市政府在市警局的层次，以及这个社会局的层次，以及教育局的层次，我们都希望说能够跟永新配合，能够跟地检署配合，尽力协助这个迷途知返的羔羊，也能够让社会更和谐。会场嘛有成功接受辅导的精神领到场分享因的心内话，同时嘛以诗歌表演表达因的感谢。我来到这个感想上吼，来到这了，我哪感觉这个警察变少啊？因为就是可能讲我的心态无共，以前我若看到路咧做路啊啥事，我就惊，我家是讲要认检。来这了，我拢一直拢无看到警察安尼，可能我的心态改变了，所以
环境就无共呀。一个更生人你要改变，主要就是爱，就是爱。啊，这爱要为倒来？上帝，甲上帝车派来才会天才，就恁才有爱尔。无你即马行喺地下倒看有爱无？无。所以讲，就是恁才有法度，互阮心肝内所欠缺的这个爱，互阮补充。安尼这份爱有重要，真重要。现在市府毒品危害管制中心冇提供24点钟的解毒专线0800770885，同时嘛将提供相关的资讯，帮助需要民众。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选定贵蝶、市蝶甲福蝶等3种近半当生蝶仔所打造的蝶人厝，看伫从事建筑工程的专家眼中，真正是完全无同的专业。其中，甲中置来开1个月建造，而且完全纯手工，无动到任何钉仔，只有传统古法的榫接。经大家讲的是，老师傅也强调会当防7级地动的工法。消息一出，嘛互地动真济日本相当有兴趣。去年底特别来台南考察，并且纷纷伫厝体留下大名。事后也伫国际场合发表，见证台湾的传统工法真正无简单。因迄阵3个来讲，当下有发表因他去开会因后尾手个13个咱日本人过来。遮实际来考察安尼，等于因较因日本较开会安尼。要讲做公营袂啊？哈哈，是真欢迎恁来甲因交流啦。咱嘛会当去甲因交流，咱嘛是真欢喜。小交换嘛。伫九里地动届满20周年即刻，除了互大家思考救灾应变甲忧患意识境界，老师傅所起造的蝶人厝，竟然当动7级的地动，嘛是另类的台湾之光。台南新闻顾问之何超邦采访报道。一透早5点，就吸引民众来排队的观会行动，其实每一届拢是这款的盛况。根据统计，前14届已经完成4485人观会，得到6119地会地。主办单位大义日子酒店甲大义吴金茂基金会，这回因为歇热期间学生回乡，加上进前的好大雨，拢造成会量相对不足，所以饭店持续办15届观会。总经理甲员工率先响应。我们已经第15届来举办热情捐血的活动了，也希望能够让这么有意义的活动一直的来参与。那也来呼应我们捐血中心呢有一些血荒的问题，那也希望呢我们能够小小的抛砖引玉，来引起大民众的回馈，那让这么有意义的活动一直持续不断的来参与。台南观会中心表示，以分家人为例，虽然目前也有7天的安全库存，不过因为1天也有1000地需求量，所以呼吁观会人养成定期观会习惯，避免一窝蜂来观会，造成会超过有效期间。那目前很感谢那个团体呢，在暑假期间都可以帮我们办捐血活动。那目前的血液安全已经有达到7天的安全库存，但是呢，平均云嘉南地区需要1天都需要1100袋的血液，所以还是呼吁民众要养成定期定量来捐血，因为血液是有效期的。饭店透过观会送自助餐券、加码送米等礼物来吸引民众响应。开始每一届不到1点钟，400个名额就拢炸子。台南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置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
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这版艺术节的重点代表台南邮变局是由法国艺术家奥利弗使用纸箱打造出来，在2礼拜内结合市民共同创作。20号下晡，市长黄伟哲嘛特别到现场参与这个特别的景点。我背后的这个纸箱建筑物是1910年盖的这个台南邮变局的一个建筑物，可惜它原件已经拆掉了，只剩下纸箱。那很高兴我们 Olivia。我们的艺术家 Olivia 她能够找到那个时候的照片，而且还原那个时候的建筑，让我们现在很多人没有看过过去最早台南邮变局的人可以看到。但总之 ，Olivia 她在世界各国已经展出非常多场了，很高兴她来到台南街头艺术节，能够做出这么有教育意义还有娱乐效果的这样的纸箱展。我们由他的部分来揭开序幕，希望更多的台南的大朋友、小朋友、中朋友，大家都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街头艺术节。来参与见识的家长甲少年人拢感觉相当好耍，一直表达这是真特别的经验。在网络上有看到关注一下台南市的一些艺文的活动，那大概有事先知道，那有事先规划，那觉得这是还蛮有意义的，可以带小孩子来参与的一个。是全市民的一个活动，所以我还蛮喜欢的。那就提早规划带小孩子来。就是在网络上看到这个活动，然后就想到小时候在家里也曾经盖过这种纸箱，只是没有办法盖得像这么大。然后这次有办法参加这样的活动，就觉得很兴奋，可以来盖一个这么大的建筑。虽然我还不知道这盖起来会长怎样，对。但是连续3天活动拢进行海岸路的封路，相关单位嘛呼吁用路人爱提早改道。如果要来参与活动，尽量使用大众交通工具。市长嘛感谢民众的体谅，并且强调封路是为了民众安全。交管的目的是希望说，让更多的人在参观街头艺术节的时候，能够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不用烦恼停车问题。那事实上，停车可以停到我们海岸路地下停车场但是来这里参观就是没有挂碍的，因为如果没有交管的话，这里平常进进出出的工程车辆，还有一般的车辆蛮多，怕会造成交通问题。当然，3天是蛮多的啦，但是我希望说，平常日或者假日的时候，上班的车潮比较少，希望能够不要造成交通问题。连续3天的台南街头艺术节，将有来自国内外40组的表演团队，再来超过100场的演出，以全民共享的精神，为台南再来3天活力加创意，嘛予国内外游客留下精彩回忆。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基美医学中心对民国107年成立康区的照护中心，服务住院的病人。今年扩大特别门诊，并且成立康区照护的诊疗室，结合整形外科、心脏血管内外科、老年医学科，甲康区护理师等专家，提供病人个案的管理加整合性的康区照护。在临床照护上呢，我们常碰到病人有一些复杂性的伤口或者糖尿病引起的伤口常常这个治疗很久却没办法愈合。那为了解决这些病患的困扰呢，我们特别成立伤口照护中心。那主要目的是集合医院里面在伤口照护有关的专家，包括整形外科、心脏血管外科感染科以及营养师等等，还有我们的伤口照护师一起来组为一个照护团队，针对这些困难的伤口做一个共同的照顾。那伤口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常的复杂的，那如果照顾不当呢，有的病人会因此导致必须做到截肢，那这样是对病人来讲是很可惜的。那我们成立这样一个照护中心呢，是透过团队力量来提供更客制化、个别化的一个照顾。很多的慢性伤口其实需要长期的伤口照护啦。那我们现在就是尽量做到资源整合这样的动作，所以有一个诊疗区其实很重要。在诊疗区这边，除了可以提供病人一个比较好的那个换药环境，然后因为时间也允许、资源也允许，所以我们也可以好好的做卫教。整体来说，在从不同的面向，还包含会诊，其实不同
的面向都可以提供病人更多的资源，然后帮助病人可以照顾他的慢性伤口。目前空喙照护中心的门诊病人，大部分以糖尿病足加感染性的空喙上多，亲像黄先生有糖尿病病史，不过2冬前因为脚无细肌来受伤，空喙一直无好，造成足部的组织坏死。原本医师建议爱截肢，后来经过基美空喙照护中心的治疗，目前空喙已经慢慢好去，免去截肢的痛苦。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台南市立病院肝胆胃肠科陈怡义医师表示，如果大便的习惯改变，代谢或者是腹泻等，因为一寡症状容易甲痔疮、克隆氏症、微模型的大肠炎症状类似，有时阵需要多处的追踪诊断，才能确定病因。所谓溃疡性直肠炎。基本上它跟很多一些疾病会有一些相关，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痔疮，或者是说它跟我们一些肠燥症，甚至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所谓的大肠癌的部分。所以但是他们在临床上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比如说像肠燥症的话，它可能不会出血。那那个直肠癌的话，可能它的出血它可能是渐渐续续的。那当然，如果说直肠癌它的那个肿瘤非常大，可能它会造成持续性的出血。但是如果说它还一些，比如说癌前，或者是说还非常早期的话，它的出血可能是断断续续。所以有一些临床的一些症状可以做一些鉴别诊断。其中溃疡性直肠炎因为好发的原因无一定，有可能是因为环境、免疫机能、甲遗传等相关的因素。加上饮食西化，加爱食甜的，加重口味等，胃肠就容易出问题。医师呼吁，如果排便的次数变多、腹泻或者是血便，就要找专科的医师来治疗，避免延误病情。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